總價150萬買深圳地鐵上蓋物業，你冇聽錯，各位老友記，想揾度假盤或者北上嘅第二居所呢，呢個筍盤呢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嗱，呢度地鐵出行呢超便捷啦，地鐵3號線延長到富平站步行幾分鐘就到啦。未來搭呢個線路呢，去到大站再換乘14號線呢，半個鐘就可以直達福田中心區啦。咁換乘高鐵或者地鐵去返香港呢，又簡直係方便又省心啦。咁週末過嚟度個假呢，少住幾日啦，交通都係超方便嘅啦。周邊嘅生態環境亦都係超級正嘅，有成7個公園，嗱，仲有2.9萬方嘅商業啦，落樓直接 shopping 就可以啦。項目嘅園林呢已經係做好噶啦，而且呢現樓交付，睇下呢個69平方嘅精裝兩房，大概總價150萬，一入每一個 L 型嘅廚房啦，廚櫃灶具呢都係配齊噶啦。咁客餐廳呢一體實用啦。咁大房仲可以擺翻張大床同埋衣櫃啦，細房可以擺得落一張1.5米嘅床啦，衛生間呢都係乾濕分離嘅啦。咁而且呢精裝交付兼送埋軟裝添，拎包直接入住啊，慳時慳力啦。所以要低門檻咁響深圳有一個度假第二居所啦，交通又要方便啦，生態又要正啦，戶型又要實用嘅話呢，呢個盤呢咁順呢，免係我哋嚟帶你睇實地嘅樓啦。